正大消息，继续来看韩国瑜的钦听之旅。伫屏东台南了后，今仔日来到嘉义，除了拜庙，搁甲地方的人士座谈，一工都爱走几啊场，会当讲是铁人的行程。早起第一站是来到嘉义市的文在殿参拜，有袂少支持者到场相挺。现场支持者有够济，宫庙外口是人客人。韩国瑜到嘉义市头一站到文在殿参拜。出来致辞时批评中央。台湾人民这几年过得好辛苦，好多农民、渔民、劳工，好多基层，他们不敢奢望发大财，但是他们真正期待的是能够安居乐业。韩国瑜讲，总统若选有调，会全力支援嘉义市。要改发配，我们副大委、地方委这边顺利当选，跟中央我们这边的全力配合，我们愿意为嘉义市县以及云林、台南所有南台湾，我们贡献我们最大的力量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，甲高雄市政府请假拼总统，屏东、台南以后来到嘉义，除了拜庙，嘛甲地方的人士进行座谈。一天要走几啊场，应该是铁人的行程。把分分秒秒的时间，要拼2020的总统大位。